大家好，歡迎收睇 Freestyle 廚房。中秋節過後，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天氣漸漸地乾燥呢？所以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既滋潤又簡單嘅甜品——燉雪梨。我哋睇下需要咩材料先。其實雪梨唔需要買好靚嗰啲，喺街市裏邊買啲平平地嘅咁都 OK 噶啦。首先將雪梨批皮，然後用雕刻嘅工具將雪梨嘅心挖出嚟。咁雪梨心一定要挖乾淨喎，如果唔係呢，出嚟嘅味道呢就會帶酸噶啦。然後準備一個厚身嘅大瓦杯，咁 size 其實放得入一個圓角雪梨咁就 OK 噶啦。然後我哋揀啲比較碎同埋細粒嘅冰糖，將佢塞入去雪梨嘅裏邊。份量就冇定嘅，其實塞得滿個雪梨咁就 OK 噶啦。之後嘅步驟就係用牙籤或者竹籤將雪梨吉窿，然後加入飲用嘅水，份量其實啱啱蓋過咗個雪梨就 OK 噶啦。咁大家會問，如果我冇雕刻工具去挖雪梨心，咁可以點做呢？答案好簡單，其實將個雪梨打橫切開，然後將雪梨心挖出嚟，再將啱 size 嘅冰糖塞入去，然後用4支牙籤將佢固定，變做一個圓角嘅雪梨。到時燉出嚟嘅時候，其實同一個圓角雪梨係冇分別嘅，咁就神不知鬼不覺啦。然後我哋就將雪梨拎去燉啦，水要煲到大滾，跟住就可以將雪梨放入去啦。咁大家會覺得佢會唔會喺個煲裏邊喺度啷嚟啷去㗎？咁其實呢都有個小方法嘅，其實用一個厚身嘅豉油碟或者用蒸架晾住佢，咁就 OK 㗎啦。咁可以見到呢，其實個水位係啱啱浸到個器皿嘅一半，跟住我哋冚蓋，中火燉佢45分鐘。45分鐘之後，小心拎出嚟。最後我建議大家可以按個人喜好落幾粒杞子或者圓肉去豐富佢嘅味道㗎。咁就完成㗎啦。